咱直接来看上帝话，圣经记载，今仔日要读的有两个所在，咱先开圣经。第一个所在记载伫个诗篇73篇25至26节。第二个是约翰一书第2章17节。除你以外，我伫天里还阁有是谁呢？既然有了你，地面上我阁有需要谁呢？我的心会衰败，总是上帝是我的快乐，永远是我所需要的一切。这世界甲一切俗世的欲望，拢伫个消磨，总是实行上帝旨意的人，要永远生存。愿上帝祝福听伊的话，照安尼去行的人。咱续接要邀请玉山神学院副院长何牧师来传讲信息。伊今日要讲的题目是享有之后，该伤之有。咱恭敬的心来领受。所敬听的蔡牧师以及咱成人教会服侍团队，甲所有在座咱的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感谢上帝，今仔日是玉山神学院设立74周年的这个奉献主日，学校派我来伫遮甲咱请安。我先代表玉山神学院院长甲全体教职员生，甲咱说多谢过去咱成人教会对玉山神学院真大的这个奉献、付出甲带导，真是非常的感谢。因为我拄离开这个牧会的这个场合，去到神学院伫遐来任教，只有3个月若定，所以我搁倒来伫教会讲道，就敢若亲像我伫德成教会共一样，共款乐团，礼拜人数拢差不多，牧师嘛真侪，就感觉搁倒转牧会迄个气氛。每一摆伫玉山神学服侍了后，因为是后山资源较少，真侪牧师拢会爱甲我讲笑，甚至会问我：你敢有失落感？你离开人力资源，包括财政拢免烦恼的所在，去到遐就搁去共讨，你敢会有失落感？我讲虽然我失去真济，但是上帝恩待比这搁较济，所以我若代表玉山神学院，搁一摆来甲咱说多谢，有这个机会来甲咱做伙敬拜上帝。这也是我做牧师33冬第一摆来咱成人教会，伫这个所在甲咱做伙敬拜，实在是真大这个欢喜甲感谢。我今仔日用一个题目就是享有之后，该伤之有，也是享有了后，该伤之有做伙来甲咱做分享。这句这个经节，那照旧约学家讲，这是摩西所写。咱对在读课文的时有读到这句，咱一生的年日是7集，永壮通到8集。总是其中所夸口的，不过是劳苦忧愁。阮紧紧叫，紧紧过，阮就飞去。这咱拢真实，自囡仔时代就遐飞。我定下咧想，那摩西是活伫今仔日科技、医药，逐项拢足发达的时代，人的寿命会当加15岁、15甚至到20岁。可能摩西伊安尼写，人生的年日是8集，那是永壮通到100，敢毋是？因为我家己伫医学院伫遐担任教学的工作，嘛伫医学院担任这个 IRB， 就是人体实验，包括医学伦理以及这个 biomed， 就是对迄个肝体手术了的肝体这些资料医生要摕去研究，是要做什么款的实验，拢爱对遮来申请这个委员会。所以我有参与这个工作已经20年久，所以我对伫人的生命的这个延长有真深的体验。总是上帝互人真公平。世间人2项代志，无论你做总统，你做记者，2项代志拢是公平，就是逐个人拢24点钟，逐个人拢会死，这上界公平。咱拢知影，人伫世间这个年日是真少，无长，真短，几十番数若定。虽然人生真短暂，咱拢会将福禄财主寿甲名利权看作是人生终极的目标，差不多做梦嘛咧求啦。做梦嘛拢会求，对无？这是真好，这个物件咱得到了后，达到目标，不但会咱为着家己的人生带来好处，当然咱也好好利用，佮透过这物件生活之美来帮忙别人，造福别人，来应神益人。
这是真好的代志。就真互咱双连教会，差不多是台湾长老教会上界大间的教会，佫有事业体，所以会当存济遮的资源，会当去帮忙人，佫遮尔济的中职佮牧师，包括德兴产的嘛有一两位伫遮做长老，洪德长老，包括建贤长老，因一这就德兴的长老，所以咱就拢知影，遮有真济事业体，所以咱拢会去帮忙别人，这是通欢喜的代志。相对的，咱若有拥有这的物件，会当去帮忙别人，这是真好。毋过，咱若另外一项，就是讲拥有这的了后，这的物件无有发挥功用，若真正咱所想的拢达到，安尼永远拢敢有法度通去享受。那永远拢有了后，敢真正拢永远拢是你的，当然答案是否定的。所以，这是真济的这个功课，值得咱来思考。所以我伫遮用3点来甲咱想，我会跳脱迄个迪士尼教册迄款的即个传统的模式，我今仔较用主题式，嘛较用启发式，嘛较用见证式来甲咱做分享。因为我家己迪士尼教册，伫大学教册，佫伫即个教会牧会30几年久，我知影21世纪的讲道爱跳脱迄个传统，所以我今仔就用跳脱传统来甲咱思考，来甲咱分享，嘛甲咱做伙。伫遮来想上帝的话。第一，享有了后，咱拢知影去年有一个澳洲即个科学家，即个 Goodall， 我若看到伊名，我拢感觉因后壁真好，和迄个 David Goodall， 大笔逐项拢总好吼。即个名是好了袂歹，104岁，伊名利权进入学问哦，真世界真出名一个科学家，但是104岁生活不便，伊。享有所有物件，伊咧想的是啥？想要死，所以伊伫去年就去到即个瑞士伫遐来做尊严死。无，咱拢知影即个代志吼。傅达人即个 case 咱就毋免伫遮来做譬如。搁一个即个巴菲特，咱拢知影伊拢熟悉伊，全世界实在是股票真高买嘛，趁真侪钱。伫无偌久以前，美国的电视台即个。彭博电视台甲伊访问，就甲伊访问讲：你遮尔济岁了后，你趁遮济钱了后，你享受遮济了后，你即摆咧想啥安尼啦？伊安那应咱敢知影吼？伊讲一点钱一点都无路用，时间哪有路用吼？我毋知影伊讲这是咱即摆随时有啥物反应？即摆电脑做发达，有真济即个电脑的达人，有啊，人来讲啥物话就随时反应，骂啦、学乐啦、肯定啦吼。伊安尼讲的时，我想咱绝对有一个回应，想要甲回应对无吼？伊毋是安尼讲尔，伊搁安尼讲，伊讲吼钱对足侪人有路用哦，会当环游世界，买足侪房地产，买游艇啥物，但是即方面对我一点仔都无路用。伊咧想的是啥物？时间当有路用。咱会感觉足不可思议无？一个80几岁的人，伊会安尼想有无？后来伊搁有讲，伊上界想的是啥？伊讲吼，我想要做的代志拢已经完成。目前我上毋忙的，就是想要成做历史上上介久的人。我看看吼，甲真世红拢共款吼。人若有名利权了后，要永远拥有，伊要想要永远拥有。总是美国人真侪甲回应，安那回应吼？我刚才讲一两句，互咱做参考。美国人安那讲，伊讲吼，时间会通创造财富，但是财富却买袂倒来时间。金山银山无法度买到太阳，无落山，有影？真趣味。嘛有人讲吼，你讲钱无路用，无你摕来花用，吼。你讲时间当路用，我即马20几岁呢，我80当互你用安尼。但这是拢无可能，因为有钱的人讲钱无重要，无钱的拢讲钱真重要。所以咱享有了后，你咧想的是啥物？你的年纪、甲你的身份、甲你的地位、甲你所要做的，实在是迄个想有是无共款。包括即个旧约的诗篇，即个诗人有讲，世间人行做实在亲像影，因无用刺刺，真正无使讲。伊所接触的，毋知啥物人要触去，要摕去。这诗篇39篇6节，即个想到我定来主持个别式，即马其实人教册无我拢就爱教学生，较无咧主持个别式。我做牧师30几档，主持至少300场以上。逐摆若要入牧的时，就爱甲清理甲做好势。我捌主持一个跳水，过去了后，骹手拢总开，腹肚去碰起。要入牧的时，一定拢爱甲敲，甲做好，甲放落棺木。
所以咱台湾话，我看到这款的状态，我一个感受，双脚贴坐，财产别人的。我意思就是讲，这个咱若入屋一定拢脚拢爱用坐嘛，因为这个总仪式，我讲这吼，这个超高是安尼全部放落去。当然我也定听到讲双脚贴坐有啊，财产别人的就是入屋拢爱贴好坐，穿鞋搁较教好。了后，你所有的所有权拢登记伫别人的这个身上。莫怪巴菲特伊想要拥有这个要活上久，当然这是无可能。太阳有一天嘛是会落山。所以伫遮咱会通来思考一项，我有愿用家己的这个信用体验来甲咱做伙想。第二点，享有只是一阵风，真短，真短。这张相片实在是3年前我去剑桥大学去做访问学者所翕。会去剑桥大学来做访问学者，实在是一个机会啦。我嘛毋敢想讲我有这个机会。就是几年前剑桥一个学院的院长来台湾演讲，我就甲伊熟悉。熟悉了后，就人就介绍，这个某人爱写真侪册，是牧师，伫学校大学咧兼课，佮写两三百篇的论文等等。哇，这个院长就真，伊感觉真好奇，就我甲伊讨论。后来伊就甲我讲，你若有机会，你就来剑桥，甲阮做这个学术的交流。讲足实的，我30年前捌伫英国读册，但是我英文无好，佮我嘛无法度通带领咱啥物，我只会通分享经验。讲阮要爱的是你的经验。毋是遐图书馆你整理的物件。后来我若经过即个学校即个正式，人讲即个 officially 就是较正式，也是讲较官方的即个公文的来往。所以我就3年前甲我的牧师娘去到剑桥伫遐来做访问学者一个 term， 因为剑桥是叫做 term， 美国叫做 semester， 即个外校是叫做 quarter， 就是一年有4学期叫做 quarter。term 就是一学期8礼拜那点，semester 就是一年有2学期。所以我就去到遐有一个 term， 就是8礼拜，遐做访问学者甲因交流。因为有这个访问学者的身份，就会定定有这个爱去各学院伫遐来分享去图书馆。我拢定定经过圣体学院一个钟，我拢一个感觉，这个一个钟也无啥物特别，总是毋知影逐日都有人伫遐咧参观，佮有导游带这个旅游团伫遐咧。伫遐咧介绍啦。有一天礼拜日，我就是要去礼拜。我看人介绍，我就甲我牧师娘讲，无咱停一下，让我听人介绍咧创啥。所以拢介绍了，我想讲无我徛在遮，你甲我翕安尼啦吼。我牧师娘就甲翕一张吼。这个景是安那，啥物有特别我特别要甲咱提起，就是咧讲，这个奉献这个景的人是 John Taylor， 叫约翰泰勒。伊本身就剑桥大学圣体学院这个毕业的，伊即马是院士，因为伊真有钱，嘛发明足济物件。咱台湾即马汽车在开车的时，你若定25度，就是永远25度，叫做恒温的空调的系统，就是伊，因为伊读机械去读自动控制，所以伊发明足济物件，150项的专利，真好业。所以伊当去献这个钟，这个钟有1.5公尺，就150公分，无时针嘛，无秒针，干那 LED 灯伫遐说。顶面有一只草莓这喙合一个叫做1秒，下底有一个钟摆伫遐咧喊1点钟到的时，伊遐内面有一个电子观察，将我弄个当一下安尼。2008年伊奉献了后，就请这个Stephen Hawking， 这是去年过身去，震动人，咱拢知影伊是足出名的物理学家。嘛有人讲伊是爱因斯坦第2，伊的学院就是我大的学院的隔壁，我住卫斯敏斯特，伊住三民学院，总是伊拢袂讲话甲杀伊去节目，最主要原因就是写一本册叫做《时间简述》，这本册当中看到这40几个语言，所以伊请伊去做这个节目安尼啦。了后我迄天特别听人介绍了后，拢无介绍了这个，我认真我去甲看这个钟的下底这个大理石有刻一个圣经节，总是伊是用列丁文刻的，我就甲翕起来，等于查考。原来伊就是约翰福音1书2章17节的头半段，搁世间甲伊的需要对过去，敢若安尼那定。我奇怪，可惜无甲放这个下半节的经文，这下半节的经文还搁较重要，独独行上帝旨意的永远之地，无刻。因为剑桥大学是英国圣公会去设立的，有足侪学院，每一个学院拢有伊的特色。
啊，这个钟吼足特别草莓钟，有无？啊，这个草莓顶面迄字吼，咱对英文甲看，免去甲看诶。希腊文两字，咱慢慢去看，伊是两字斗起来，一个是 chronos 时间，一个叫做法语吞食，叫做时间的吞食，时间的吞食者。伊的英文叫做 time eater 就是这个咧食时间的草莓想要用安尼，就是这个草莓无秒针啦，喙合一个1秒，到59秒伊会开起来，拢开起来，怎啊甲这个时间加去，1分钟过去啊。59分59秒，伊不但会然后这个钟摆个弄一个当安尼足大声，就是代表你1点钟过去啊。我看到这时，我就想到我囡仔时代50几年前，虽然文甲庄稼人讲的一句话，一步一步踏入死亡的界线。因为我总爱在徛迄分钟，我嘛总爱在遐徛59分59秒，看伊当一下，佮看伊徛一下安尼，我拢有足一个特别的感觉。徛一摆，我就讲我佮往死亡行一步一步一步踏入死亡的界线，有无？其实黄俊雄报地戏，伊咧讲一步一步踏入死亡的界线，这是一个真乡土，其实真有哲理。其实这句话是德国的哲学家这个 Heidegger 伊讲的，因为有写一本册叫做《存在甲时间》（Being and Time）。这本册内面伊写，伊讲人就是行往死亡的准由。你若当活80，你生出来了1岁，你过一日你就减一日啦。所以哲学家嘛，拢画一个人，佮一个梦，迄个意思就是安尼。所以咱台湾的布地是真乡土，但真有哲学味。所以我看到这时，我就特别有这个足深的思考。所以我回来了，我有愿为了这个写一本册。所以伫这个过程的内面，我有去特别去查考John Taylor伊啥会奉献这个钟互伊的学校。就是讲伊少年的时，伊毋捌想过伊生命的长短。伊70岁生日的时，伊讲伊第一摆去意识到时间所剩的无济，但是佫有足济代志要做。这是伊的感受。我相信咱中间嘛有真侪人即款感受。所以伊当会讲，我想要利用最后的一寡时日做一寡啥。所以我想到我所尊敬的这个哈里森，伊将伊的草莓的链稳装伫人的视线之外。我简单来介绍这个哈里森是啥物人？这是英国出名的钟表家嘛，机械家。然后伊有去发明迄个船伫大海，伊会通用伊的这个机械定位，伊是伫经度几度，所以就知影你的船伫倒位。所以因为发明这了后，全世界的这个航海是进入一个历史。这个哈里森伊甲所有机械拢放伫这个箱仔内面，佮伊有发明迄个，就是像草莓咧爬时间1秒1秒爬，喙安尼合安尼共款。这个John Taylor伊就讲，我要上我所做的，甲草莓对内面请出来外口，互伊吞食每1分每1秒，来提醒警示人时间一个去都无倒转来，1分1秒拢是咧接近死亡。我看到这，我就知影有影一步一步踏入死亡的界线，有无？我当时拢会甲我牧师娘讲，我免贪心啦，就牧师讲70用总到80。我处这个平均值，我活75就好啦吼。但是这毋是你会当去决定的，教所注定人一般死，这是上帝伫手里，你袂当去命定这个代志，这是上帝。所以逐摆的伊若咧讨论安乐死，我拢会徛伫宗教徛伫信仰去咧讲这个代志。但是若是这个非基督徒伊顾着迄病人吼，不过顾甲艰苦坐怪，拢嘛要安乐死。我拢甲讲，人的死甲人的生命出身，毋是你会当决定，这是绝对的关系。你会当选择，这是相对的关系。所以我定定用安尼去做家己的这个思考。所以这个John Taylor伊安尼讲的时，我一个真深的一个体会，真深的体会。所以真深的体会了后，我想到伫10几年前，我教会迄个时阵我还搁伫牧会，我教会一个企业家伊。伫全世界有真侪顾问公司，伊也趁真侪钱。伊特别退休的进前，伊一摆邀请我去高雄港伊的办公室之一，因为伊伫台北、伫高雄、伫国外拢有伊的办公室。伫高雄迄个办公室非常大，伫大楼，伫高雄港边有200几平，分做3个单位。伊特别退休进前，就讲牧师你来做一个礼拜，所以我就去做礼拜伫即个公司。了后就伫伊的公司参观，伊办公室非常水。会当看高雄市甲所有高雄港，
啊，佮3个即个单位 unit 3个单位，佮伊个地下室几个停车位，啊，佮后免税车啥物足济吼。我讲某人吼，我一个足心善理吼，啊，你真正无简单诶，你享受遮济，伊甲我应一句话，牧师即暂时诶啦，我要退休啊啦，上帝叫我管诶啦，我若死了后，就是亲像我讲诶，迄个双卡叠一个财产别人诶，可能我爱登记阮囝，可能爱登记别人，这是咱暂时诶那点啦。牧师你知影，我知影，伊讲你做牧师甲上帝诶关系，这当是永恒诶啦。啊，你带阮伫敬拜上帝，就是永恒诶，所以我真有感动。我想伫这本册内面写一句，当然这内面120万字，啊，我写一句，甲咱做分享。任何看会到有形物质，拢是暂时，包括人类的肉体、生命、财富、权力、声望，拢是人无可能永远持有。随着拥有者的寿命结束，且一切拢过一段落，转移到别人的名下，归别人所有。敢是安尼？所以真侪人一直要用心计较要选总统，我一直咧想讲，100年后，毋知人还佫会记伊的名无？莫讲选总统吼，我会记我是台南出世，庄脚出世。我囡仔时代县长啥物名我袂记啊，无人去记的。毋过伊所做伊所留落来脚迹是人永远记得。所以享有了的享有，这是该想之有。所以最后一点就是咱爱倒转来想该想之有。我囡仔时代咧读传道书，读无啥有，拢讲虚空的虚空，空虚的空虚，那像佛教教咧讲四大皆空啦，逐项拢空，我读无啦。后来我较济岁做牧师，慢慢灵修，慢慢研究神学，我即马就较知影。我较知影了后，我用3个投影片 PPT， 互咱了解传道书伊咧传达的重点是啥物，安尼就好吼。传道书伊所传达出来的信息，就是要互人知影，罪恶甲死亡这两件事，互咱活伫世间的本质是有限的，嘛是暂时的，佫是空虚的。伊最需要强调的是安尼，特别是指遐的只有看短暂的现实，无将目标看伫永恒事物的人，佫较是安尼。伊咧强调是安尼，伊讲即款的人会受到真严重的挑战，甚至会惊完全的空虚。为着要互即个世间无落入即个完全的空虚，即个传道书伊提醒咱，即个，伊讲人若会当正做上帝启示的媒介，来遮着显出上帝的善良、智慧甲公义的本性，安尼人生才有意义。所以人若要伫日光的下面活得有意义，就一个方法，归向上帝，用敬畏、顺服、信靠的态度，接受一切出自上帝安排，佮运用上帝所赐的快乐，去享受现有生活你所拥有的来应神益人。其实传道书咱若要读，是重点伫怎样定啦？因为咱拢会死，我定定嘛会想，我才无爱生在郭台铭因兜做因囝。你毋是会当选择的，这是命定。我嘛袂当讲宿命论，这是上帝旨意，这是绝对的关系，你袂当决定的。毋过我想要做牧师，你想要做医生，你想要去做国民学老师，你想要做公车的司机，这是相对的，你会当选择的。总是虽然是安尼，人会当通过相对的去成就上帝互你的绝对的关系。你若是伫最后加一直拢咧享有，想有了后拢是只有家己。安尼这是空虚，所以咱传道书咧讲是这个意思。所以我无甲传道书放今日主题经节，是我有咧讲，我要跳脱这个传统，干来一个经节拢咧分析。我要用几个经节对圣经的话语来咧讲，咱的生活甲咱的信仰。诗人有讲，诗人足清楚，伊讲：你以外伫天灵我有自罪，你以外伫地灵我无所羡慕，我的肉体我的心肠消无，总是上帝是我的心肝的快乐，也是我的基业。直到永远，诗人到一段时间的时，伊就安尼想，伊讲这当是永恒的啦。再来耶稣有5块饼2尾鱼的见证，真侪人有对伊，了后真侪人嘛要去对伊。耶稣知影你要对我是看到迄个表象，敢若看到遐个物质，你无看到背后迄个灵命迄个要紧的事。所以耶稣毋当甲这人讲，我实实在在甲恁讲。耶稣有一个口头禅我实实在在甲恁讲恁食的憔悴，毋是因为看到新食，是因为食饼到饱那定，无得为着败坏美牛来调磨，着为着长长直直永活美牛来调磨，就是人主所要互恁的，因为伊是被上帝所看因的。
这是永恒的，嘛是享有了人会去享有的。毋是干那耶稣安尼讲，保罗伊体会这个事，伊嘛足清楚有讲。因为阮毋是看伫所会看见的，是看伫所未看见的。因为所会看见的是暂时，所未看见的是永远。所以我一直家己咧思考，我知影，我继续伫大型教会牧会，人经费我毋免烦恼，慢慢地去共请安报告，慢慢地坐火车安尼走总。总是我相信，我所做的是永恒。就亲像周连华牧师要过身的心情，逐摆来看着我。不要误会了，30几年了，应该好好去做面的事情，不是做点的事情，做一些牺牲的事情，才能够享受牺牲，牺牲享受。我以华语甲我讲，我当然都爱华语甲咱译。伊有写批互我，拢是用毛笔，所以我写的册，伊捌伫遐看，伊用毛笔甲我鼓励。伊咧讲，你会记的，你去新南营教册。去伫学校可能经济真欠缺，不过你会当造就真侪人，这是看袂到的，这是永恒的，是永远的。这是伊用伊长辈安尼甲我讲。所以玉山新南营，我知影顶个院长就甲我讲，胡牧师啊，因为我的同学，伊拢叫我中明啦，中明，薪水发不出来该怎么办？要不要来跟双联教会借安尼啦？我讲在想办法，甲知。感谢有人奉献。这个月伊佫甲我讲，中明，佫发袂出来，安尼要安怎？佫祈祷。感谢这个月拄啊玉山新南营奉献主日，这老师拢爱出去募款，拄啊假期，所以我顶礼拜拄啊领着薪水。咱拢知影这是一个处境，一个困难。拜三开会时，院长嘛讲，咱这淡仔沟拢爱破有去申请补助200万，欠40几万。伊讲这边安怎？我甲讲，我来双联教会报告一下，安尼吼。我嘛有甲讲吼，我搁倒来德行教会报告一下，安尼这查某囝插嘛无要紧啦，安尼。当然还佫有真济的欠过，佫有欠人8000几万，逐个月拢要50几万去纳利息。我是看到这50几万安尼拨出去，我足艰苦。遐钱是安怎都欠这利息？我知影有管理上、建筑上遮种种的困难。总是咱教会有听主的兄弟，伊足愿意要来帮忙这个代志，所以我真感谢。我真毋茫讲，咱所有的就是看伫所未看见的，因为这是永远。所以我伫遮来做结论，因为教会甲我讲，讲道毋通超过30分、25分就好，所以我就25分哈。检测人经过努力加上运气。享有荣华富贵，也是讲人生行到最后的阶段，所剩的时间无偌济，无法度继续享有家己的拥有的时，人往往会对心中出现一个想有，就亲像帕菲特共款，伊要长退休；亲像骨德沃共款，伊要想要较早死，甚至有的人永远无爱死，有的人惊疼，从去找救这个毋是安乐死啦，其实迄种协助死亡。你若认真去读英文，迄时还是一个协助死亡，毋是安乐死。若是安尼时，咱若永远享有咱家己的所拥有，这个逻辑是袂通的。总是事实上，人享有会当用尽的人，这真好。不过你若想有的时，会当亲像一杯凉水，甲迄个会当互有需要的人，你互伊，安尼这就是永恒的。因为我拢定来讲，我做牧师做久，定来咧主持重视。我少年的时，袂感觉我日子近啊，我60岁啊，我感觉我日子愈来愈近。我嘛知影，照所注定，人一摆死，佫死后有审判，所以我有哪会面对这个代志。但是我即马所惊，毋是惊死咧。我定咧讲，我毋是惊死，我惊袂死，歹死、艰苦死，想要死佫死袂去，破病倒在遐佫袂死，我迄是足痛苦。所以我定去探访的时，迄吊杆拖袂死，迄是艰苦甲。我嘛毋知讲，我若有一天安尼要安怎？但是这无可怕，肉体是暂时这个伫上帝遐，但是永远。因为咱讲约翰一书2章17节安尼甲咱讲，佮世间甲伊的随欲得过去，独独行上帝旨意的永远伫底。所以通过这个题目，享有了后会享有，就是这个。愿上帝帮助咱，嘛毋望上帝感动咱，为了玉山新人院来关心、带导、甲奉献。愿上帝为我真做你我，咱大家帮助，请咱同心来祈祷。主感谢你的恩典，
阮正做基督徒，伫6日无用的时，会当第7日到伫你面前来领受上帝你奥妙、搁真、搁活的话语，会当互阮伫遮有心灵的即个造就。主啊，阮也真感谢你，互阮伫全世界70几亿的人口中间，阮因为共一个信仰、共一个救主，搁共伫相连教会聚会，互阮成做一体。主啊，这毋是偶然，有上帝你特别的恩典。但我较感谢的，就是互相连教会有事业体，有遮尔好的牧师的团队，甲中级的管理者的。互相连教会除了奉献以外，也佫有事业体，会当有一寡遮的经济的能力，会当去帮助人，就亲像一杯凉水，互遮的需要的同款。主求你来感动一人，主求你也求你，互相连教会过去对伫玉山神的帮忙，会当伫现在甚至煞到伫将来。愿主你恩典继续带领，因为阮互人的比甲人体较福气。阮伫玉山神内虽然都爱去共体，但求上帝你嘛法当互阮知影，阮要对伫信仰的内面，阮要来显露，互阮会通因为信仰，阮互人，互阮比甲人体还佫有较有福气。阮今日所分享的信息来献做这，愿主你欢喜感纳，正做阮的帮赞。伫你面前献上祈祷，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